大家好，又係我阿 Jason 嚇。咁啊，就係財政預算案所講嘅一換一消失咧，好多都係問我喂，係咪趕咗好多人買車啊？係咪生意好咗啲啊？咁啊，其實我覺得今次咧趕尾班車買車咧，就比上一次係冇咁熱烈嘅。即係上一次大家記得2024年其實政府都曾經減過啦，佢減過優惠。咁嗰一次係比較多，因為嗰一次咧其實有一大班嘅買比較即係中價錢啲啦。今次咧喺個市場上面都好啦，即係雖然係咩凌晨都繼續買車啦，咁但係比較都係平價車。咁今日其實會探討幾個問題啦，譬如就話係咪一換一完咗，咁係咪即係話代表電車推動呢樣嘢就取消咧？或者係我哋又會討論一下究竟政府呢個政策係咪應該咁樣行咧？嚇，大家贊成定反對咧？第二，咁嚟緊電動車咪好多人就係咪嚟緊會推 hybrid 啦？究竟其實而家如果再要推進電動車係下一步係點咧？咁今日我都會多啲自己嘅睇法啦，同埋啲資料搜集之後咧，希望今條片咧都幫到大家有啲啟發啦，好嘛？好啦，首先咧自己講下啦，關於一換一，如果你話取消，我有咩睇法咧？我只能夠講咧，電動車呢樣嘢咧喺香港生不逢時嘅。咁近呢一兩年其實我覺得一換一取消係合理嘅。政府做呢件事，我覺得係喺佢立場係合理，因為政府庫房亦都冇人再支持呢樣嘢。講緊一架車其實可以抽稅抽10幾20萬、20幾30萬嘅時候，佢每年係收稅好多億嘅。其實政府係宣告咗2035年咧就希望達至碳中和，係咪？咁就希望可以2035年咧就唔再有汽油車嘅新登記。嗱，咁佢所謂嘅汽油車其實包唔包括 hybrid 咧？嗱，冇人知嘅。如果你唔包括 hybrid， 即係話你35年就要全部都新買嘅車都只能夠係電動車的話，咁但係你冇得選擇嘅時候，其實35年而家26年啦喎，係得9年嘅時間。而家你而家所有嘅政策已經 cut 晒禁制啊嚇！大家你要記住係講緊而家其實就算呢個政策出咗之後，而家暫時嘅數據咧都係大約20至22% 嘅車係佔私家車咧係換咗電車嘅啫。嗱，其實香港人咧有幾種揸車嘅，一啲係揾食嘅，咁但係好大堆其實我咁講80%，可能有50% 嘅香港人咧，其實佢都係假日車，係嘛？即係翻工我搭巴士搭地鐵放假先揸架車去。咁其實嗰啲人咧油費幾貴都好啦，其實對佢哋嚟講咧影響唔大。點解？因為佢用量唔高，入一缸油而家講緊1200、1500蚊都有。咁但係我入一缸油咧，可能我用到1個月，甚至乎個幾月，因為我揸2日啫嘛。咁對於嗰啲人嚟講，其實1個月1500蚊同1個月1200蚊唔係差太遠，所以嗰啲人你叫佢，但係如果我要換車，可能要供車嘅喎，我要俾利息嘅喎，無端端多幾千蚊去供車，對於嗰啲人嚟講，其實我唔太大。如果又冇充電嗰方面，又冇一個好大力嘅推動咧，其實係好難令到成件事繼續可以有爆發性嘅增長。咁所以我都唔理解，其實政府所宣告究竟係想當冇事啊，定係嚟緊會有一啲經濟好翻都會有啲好大力嘅推動啊？我睇唔到。係啦，我希望嚟緊有啲政策嘅幫助。係啦，尤其是喺電動車充電嗰度，我會個人建議，喂，究竟有啲屋苑之前政府資助嗰啲，佢有好多條件嘅，嚟緊會唔會有啲無差別嘅私人安裝，或者可能我買電動車，政府有一次性嘅一啲補助去裝充電咧？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值得研究嘅，因為你冇得充電，就算你話做幾多油電站都好啦，電站都好啦，其實香港人就唔中意出去等。你問我咧就比較慢咯，有好多政策上面其實政府行咗，譬如話之前講緊一啲油電站嘅設施，之前 plan 咗話2025年年尾之前希望有幾十個可以做到，但係到而家都做得個幾個站，咁究竟情況出咗喺邊度咧？係咪真係政府冇錢，或者政府經濟唔好而停頓咧？我覺得呢樣嘢政府真係要去落實去做咯。咁第二樣嘢就係啦，好多人問，喂，一換一停咗，啲電車咪會好貴啊？我覺得係會有啲陣痛嘅，係啦，即係同埋我覺得咧，
其實最大影響咧就絕對你要記住唔係消費者，最大影響咧係一班代理商。咁如果你哋突然間你而家貴咗咧，冇人買咧，咁佢哋係好慘嘅。即係啲代理商，其實我成日覺得一換一同埋呢個稅率資助咧，其實唔係除咗幫助消費者，係幫助班代理商願意引入電動車。即係冇代理商引入車嘅時候，你何來電動車買？咁你問我佢哋會唔會減價？我覺得如果國內品牌嘅車應該仲有空間可以減。歐洲車我唔敢講。亦都睇到咧，政府都幾想另外一邊鼓勵係商用車。你見到佢所有嘅資助咧，商用車係冇嘅，即係譬如 van 仔啊、電動5.5啊、拖頭啊，其實好多啦。其實國內咧，大家唔知道，可能國內其實已經有好多嘅車廠落咗嚟香港。佢哋進駐喺錦田啊、新田一帶。我啱啱上個2個禮拜去咗一間國內一間車廠。喺香港喺新田嘅一個，佢哋已經有係講緊係電動嘅挖泥車啦，電動即係遙控電動添啊，遙控唔喺咗挖泥車度做啦，一啲地盤用可能一啲積車啦嚇，全部電動，亦都有一啲好大嘅拖頭啦，而亦都見到一個拖頭換電站。咁其實即係話俾你知，國內嘅技術其實已經發展好成熟。咁究竟香港嘅政策同埋香港又可唔可以向前行呢？呢一方面，商用車嗰邊又點樣做呢？商用車其實如果你充電嘅設備呢，你冇任何鼓勵或者推動呢，都幾難叫啲企業呢。即係而家啲企業難做啦，生意又難做。如果政府可以呢方面可以補助多啲嘅話，或者多啲資源嘅話，咁其實商用車會更加，譬如話。會唔會我買架電動 van 仔，政府有一次過嘅補貼呢？或者我真係願意一換一將個柴油 van 仔變做電動 van 仔嘅時候，政府有額外，而家係有一個叫做新能源運輸基金嘅，咁但係申請嘅手續非常之繁複，有冇啲簡單啲嘅呢？係咪？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政府可以與時並進，去令到業界可以去了解呢樣嘢。第二就係話政府會唔會有一個帶頭嘅作用？其實咧，以我所知咧，幾年前已經聽㗎啦。譬如話政府係諗住鼓勵用啲垃圾車啊，其實已經嚟咗香港㗎啦。咁即係話其實政府會有帶頭作用，可以加快去令到佢哋自己唔同嘅部門先用電動商用車嘅嘢咧。車就喺度㗎啦，我哋有所知幾年前擺晒喺度㗎啦，但係幾時開始用咧，或者多唔多咧，點樣普及咧？咁呢樣嘢我覺得先至鼓勵到業界去做。即係如果你啲警車都仲係用緊柴油車，然後你叫啲業界去換電動車，咁係好難説過去，係咪？咁當然啦，你話明話警車或者消防車好多考量喎，好多嘢要改裝喎嗰啲，咁我覺得你起碼要做到個板出嚟先咯。係咪？你唔係全面變嘅，你都如果連個板都做唔到嘅時候，咁點樣令到商界或者業界去轉呢？咁呢個我覺得都係需要政府去帶頭去做。我哋嚟緊都會，我哋其實本身都有啲咧20K 嘅直流充電啦，我哋叫做迷你直流充電啦。咁其實好多我哋都裝過啲幫嗰啲外國公司咧，真係買咗啲電動5.5噸嗰啲咧，而去做呢個充電。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啦，當你去到5.5噸或以上嘅電動貨車咧，佢哋係冇得中叉㗎，好多人都唔知啊，冇得用你屋企嗰個中叉，一定要用直流電。咁但係直流電你一嚟就30K 40K，唔係個個物流公司嘅 office 或者佢哋嘅廠房係有可以 support 到30K 嘅電流。咁但係我哋20K 咧，其實講都係3上32A咧，係會比較容易入口啲嘅。我哋都明碼實價，呢一方面我都覺得係可以業界考慮下嘅，好嘛？咁今日可能講得多少少啦，關於一換一嘅同埋嚟緊電動車市場嘅展望啦，同埋都期望政府有啲乜嘢嘅措施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或者睇法咧，都隨時留言俾我哋，好嘛？中意呢條片嘅可以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多謝。